香港仔嘅海港見證過無數家庭嘅風雨同樂，呢度嘅街道承載住一代又一代嘅守望相助。而喺呢個社區嘅角落，有一個地方默默咁為呢啲家庭提供一個依靠，一個解決方案。今日帶大家嚟到樂康軒位於香港仔中心3期地下12號鋪嘅分店，一齊嚟聽下呢區有啲咩樂康故事啦。喺樂康軒，每一個產品都代表住一個解決方案，但係有時客人真正需要嘅唔單止係一件產品。我仲好記得嗰一日，有位女士喺鋪頭入邊兜嚟兜去，眉頭皺得好緊，成個人好焦慮。佢唞咗啖大氣，同我講，原來佢長居外地，早幾日返嚟香港先發現父母同時患有認知障礙，情況仲要一夜之間變得好壞。媽媽半夜中風，妹妹送咗媽媽入醫院，爸爸因為得返自己一個喺屋企冇人照顧，所以跌親，整親條腰。嗰一刻我知道佢需要嘅唔止係一個介紹貨品俾佢嘅銷售員，而係一個可以幫佢拆解問題嘅人。我除咗即刻幫佢揾齊當下最急切要用嘅嘢，仲將之後可能會用嘅產品資料、我哋鋪頭嘅電話都俾晒佢。我同佢講，唔使驚，一步一步嚟，有咩隨時打俾我哋。希望俾佢知道，無論發生咩事，都有人可以支援佢。之後佢同佢妹妹成日嚟，仲成為咗我哋嘅熟客。有時見冇其他客，就會同佢傾兩句。雖然我哋唔係專業輔導員，但我哋可以做一個聆聽者。有時單單係被聽見，已經係一種好大嘅支持。喺樂康軒，我哋除咗幫客人揾適合佢哋嘅產品，更加希望可以用正面嘅態度，為每一位照顧者提供一個可以稍作停泊嘅心靈避風港。我哋相信健康不單止係身體健康，仲有心靈嘅富足。而樂康軒嘅使命就係帶住專業同埋關懷，成為每個家庭最信賴嘅同行者。